久笑比无尾，比笑久有皮。有皮，太厉害了！确实是有皮无唔对啊，系啊，要来无？来，老师，伊的答不是安尼，久笑比无尾，比笑久有皮。咱你丢唔丢？真有够皮耶！好，不要紧。好，因为因拢是迄个，就是头壳咧白啊，两栖咧安尼吼。啊，毋过伊就是两个生了无啥共。啊，伊久笑鼻无尾，其实鼻有尾，伊只是伊的尾足短，啊，藏伫咧软壳的下内底。啊，一般来台语来讲，即个人无尾，还是讲伊安怎拢是咧咒惨人，讲无好熬得着啊。啊，过来因为伊笑伊。嘛爱找伊欠点的所在笑，啊，伊就笑伊粗皮还是厚皮拢会使。啊，一般来讲，粗皮、厚皮就是讲你这个人厚面皮，所以因就是笑来笑去。啊，像这款用人欠点的物件落去笑，啊，就是咱一般讲的50步笑100步。啊，毋过台语会当讲七啦、笑八啊，啊，嘛会当讲伊三脚猫欠一只脚嘛，笑一目狗。所以这就是互相去翕相的意思。